日要想同大家講一個人嘅名，呢個明星呢，佢就係已經離世咗噶啦。但係講起佢名呢，就好似鑽石咁璀璨，但係同一時間呢，又好似陶瓷呢咁脆弱，喺我哋眼中消失咗。呢個人呢，叫做陳百強。喺好多年輕人嘅心目中呢，陳百強可能就係知道以往一個明星，究竟佢有咩咁特別，令到大家咧仲咁着迷，甚至咧王晶導演咧到70歲嘅時候咧，仲要咧重提呢位咁嘅巨星咧。我哋今日咧一齊睇下。呢度係 YM 工作室，我係阿佬。時間翻到去1958年9月7日 ，Danny 陳百強出世。佢嘅屋企係一個咧富商家庭，佢嘅爸爸咧叫陳鵬飛，係中環金寶錶行嘅創辦人，而佢媽媽咧就係陳鵬飛嘅二房。陳百強作為二房入邊嘅獨子，佢自幼咧就深受咧爸爸同媽媽嘅痛愛。不過咧 ，Danny 陳百強呢位咧小朋友咧，從小咧就唔中意咧商場嘅味道，佢咧唯獨咧對音樂痴迷。喺中學畢業之後咧，就冇繼續讀書，先後咧去客串溫拿樂隊，甚至咧俾佢爸爸咧送咗去美國舊金山音樂學院進修。喺1977年，佢翻嚟香港參加電子琴比賽，奪得冠軍，創作英文歌曲奪得冠軍，正式簽約無線電視 TVB。嗰年咧，陳百強 Danny 咧只係得19歲嘅啫。喺1979年，憑住一首眼淚為你流橫空出世，奠定咗咧佢當時喺香港樂壇嘅地位。喺80年代嘅香港樂壇咧，有一個稱呼叫做三王一後。三個王係邊三個王咧？分別就係譚詠麟、張國榮同埋陳百強，而一後咧就係梅艷芳。如果我哋咁樣講啦，眼淚為你流呢首歌令到 Danny 成名嘅話咧，咁樣今宵多珍重呢首歌同埋偏偏喜歡你咧，直情咧可以叫做咧將阿 Danny 陳百強咧推向咗事業嘅巔峰。1983年，陳百強將呢兩首風格完全唔同嘅歌曲演繹得淋漓盡致。陳百強唔係嗰啲咧聲嘶力竭嘅歌手，佢嘅聲線係非常之細膩清澈，帶住一份咧天生嘅貴氣。陳百強咧不單咧係成為咧最早喺紅館開演唱會嘅其中一批歌手之外咧，佢亦都係首位咧喺韓國漢城，即係而家嘅首爾奧運會開幕式表演嘅華人歌手。除咗歌唱事業之外咧，陳百強喺電影方面咧亦都非常之出色嘅。喺電影《喝彩》同埋《失業生》入邊咧，佢同張國榮、鍾保羅被稱為中環三劍俠。嗰時嘅陳百強咧係完美嘅代名詞，亦都係香港流行文化嘅初代翩翩公子。雖則咧，陳百強嘅事業咧如日方中，但係喺當時咧，佢嘅感情路上咧就顯得有啲唔完美、遺憾啦。正如佢本身嘅歌等，似乎咧好似等緊愛，但係總係落空咁。陳百強嘅情感世界咧係極富悲劇色彩嘅，亦都係佢一生咧唔開心嘅根源之一。喺佢一生入邊咧，有兩段咧感情嘅事件咧，令人非常之嘆息嘅。第一段咧就係同呢個翁女俠翁靜晶有啲關聯嘅。佢哋兩個人咧都喺娛樂圈發展，因戲結緣。當時咧經常出雙入對，喺當時咧就被外界稱為金童玉女嘅。然而咧，陳百強嘅性格就比較內斂敏感，雖然咧對翁靜晶咧係有啲愛慕之心，但係咧始終唔夠膽咧邁出嗰一步，遲遲咧唔夠膽公開表白。事後翁靜晶亦都講咧，
話咧 Danny 陳百強就好似個大細路咁，雖然需要人氹，最終咧翁靜晶咧就同咧大佢30年嘅劉家良師傅咧一齊咗。當然啦，個結果就未如人意啦。而第二段咧，令到陳百強咧刻骨銘心嘅痛啊，係邊個咧？冇錯啦，就係何家千金何超瓊。喺1981年，兩個人因為劇集突破相識，一個咧係樂壇嘅才子，一個就係賭王何鴻燊嘅千金。兩個人惺惺相惜，甚至陳百強嗰首經典嘅歌曲《深愛着你》MV 嘅女主角就係何超瓊。呢個曖昧嘅關係直到1991年終結。何鴻燊為咗家族嘅關係嘅聯婚，俾何超瓊帶住咧10億嘅身家嫁咗俾許晉亨，即係而家李嘉欣嘅夫婿。陳百強咧只能作為摯友咧出席呢個婚宴，眼白白睇住最心愛嘅女人咧走入去同其他男士咧結婚，嗰種撕心裂肺嘅痛咧滲透咗佢後期嘅每一首歌，亦都咧好難去感受佢嗰種痛嘅。除咗感情失意之外咧，踏入90年代咧，連將佢咧最自豪嘅事業咧嘅稻草咧都差唔多壓毀埋，最終咧走上呢個悲劇。喺90年代啊，香港樂壇咧變化非常之大啊。首先80年代嘅時候咧，張國榮同譚詠麟咧先後崛起咧，猛追呢個陳百強，再加上咧當時嘅4大天王咧陸續咧開始出現嶄露頭角啦，令到陳百強嘅事業咧陷入咗一個樽頸位。有報道曾經講過咧，喺臨終嘅陳百強咧係不停咧依賴酒精同埋藥物咧去麻醉自己，亦都頻繁咧進入一啲蘭桂坊呢啲地方咧去消遣，去麻醉自己。不幸嘅事件咧終須發生。1992年5月18日，陳百強被發現咧喺當時嘅寓所咧，因為用酒咧去送呢個安眠藥而陷入深度昏迷，隨即被緊急送往薄扶林嘅瑪麗醫院。呢一個昏迷咧足足漫長達到17個月咁耐。喺呢段期間咧，全港嘅陳百強嘅歌迷咧都為佢送上祝福，甚至咧已經係成為人妻嘅何超瓊咧，亦都頻繁前往醫院。嗰一年嘅陳百強咧，基本上係要靠住呼吸機咧去維持住佢當時嘅年輕生命，就好似一個植物人咁樣。好不幸，喺1993年10月25日嘅早上，由於呢個逐漸性腦衰竭，陳百強最終咧與世長辭。當時佢只得35歲。當時陳百強媽媽簡直哭得死去活來，全港陳百強嘅歌迷咧亦都非常之傷心。喺大街小巷咧，當日咧嗰啲 CD 鋪咧亦都不停咧播住陳百強嘅音樂，彷彿咧好似同呢位年輕嘅歌手、呢位藝人咧作一個送別。喺陳百強嘅喪禮之上咧，何超瓊咧當時咧就冇介意過咧華人嘅傳統習俗，堅持咧為陳百強咧進行扶靈。當時咧佢哭成淚人咧，堅持要為陳百強呢位好友咧送別。喺離世之後咧，陳百強亦都被香港樂壇咧頒以一個最高榮譽金針獎，去證明翻咧佢喺樂壇嘅地位同埋一個認受性。陳百強嘅 fans 同埋佢媽媽呢個時候咧喺內地啦同埋香港咧設立咗一啲紀念館去紀念咧 Danny 嘅一生。陳百強短短35年就離開咗我哋大眾，但係佢而家嘅歌曲喺
大街小巷咧仍然會聽到嘅，無時無刻咧都會想起佢嘅。今集講到呢度，下條片再見，拜拜。